咱继续来关心台美关税谈判已经超好势啊！美国确定会将咱的关税降到15%。这带团去谈判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，人伫咧美国又来亲身召开记者会，咱赶紧来看麦。那我们向大家报告，整体的谈判的结果是，我方取得2个最优惠待遇，对等关税15%不叠加，是美国逆差国中最低的税率。那另外，我们同时也针对美国未来若课征232半导体及衍生品关税时，美方承诺将给台湾最优惠待遇。我们取得2个最优惠待遇，这个可以从我们台美逆差当中高达90%是来自于半导体衍生品以及这个 ICT 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也因此，台美之间的谈判我们必须同时就对等关税以及232各项的有关美国国安目标的相关关税。同时和美国贸易代表署以及美国商务部来进行磋商。